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搁再来到主的生日，咱伫遮借着这个 online 网上，咱来敬拜主。虽然咱彼此袂见着面，但是咱借着这个声音，借着这个影像，来聚会。我相信神甲咱同在。圣灵会感动咱，上帝看顾保守。伫这日子内面啊，伫这个病毒的内面啊，这一年外，真侪人心中啊，抑阁是真惊吓因为真侪朋友亲人啊，有诶离开人世间。有诶仍然破病伫家中，有诶伫医院咧，所以咱在特别来为因祈祷。整个世界伫惊吓、忧虑当中，因为真侪人无工作，真侪人有诶无家可归，有诶人流浪伫外面，有诶少年家顶摆是独立诶。现在无工作、无钱通生活，就挖倒去伊的故乡，甲爸母相甲徛起。所以现在在社会顶啊，真侪问题，求主特别怜悯。咱毋但为咱家己祈祷，为着咱所认捌的人祈祷，咱来为着这个世界祈祷，求神叫醒因。伫主耶稣降临以前，这是一个提醒，互全世界的人。这个警醒，叫因着醒起来，来回归上帝，辛苦主耶稣做因的救主。咱特别来为这个世界祈祷，为着咱的四周围的人祈祷。咱这个是阿头，亲爱的主啊，多谢你的慈悲怜悯，你创造了阮人类，为着是要叫阮享受。永远的平安，叫上帝徛起做一个伫主的荣耀内面，甲上帝同在，也享受迄个永永远远的福气。但是人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人伫罪恶当中愈来愈厉害，人无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来犯着上帝的。律法无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过日子。上帝，你找遣独生子耶稣来到世间，为着是要拯救阮世间人，叫信靠你的人得到永生，互阮真正伫阮的内面有平安，将来有盼望，来甲主同在，过着迄个永远的福气。上帝啊，阮想到现在世间人。伫这个惊吓当中，这个绝望当中，求主怜悯，借着这个疫情，叫醒因伫沉水、伫罪恶当中的人，互因醒起来，来思想到生命的意义，思想到因怎样亲像一只羊，行袂了路，离开了上帝，因最后的结局是啥物？求上帝你来带领。也互阮做神的儿女，为这个责任来向因传福音，也借着今仔日的信息，阮伫这个所在来向因传福音，求主做工，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你，求主甲阮同在，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正努力向高处行，灵性生命每日长进。当我前行，祷告不停，主啊，领我向高处行，救主领我，使我建立。
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早起所要讲的题目，就是以色列人还是以色列民入去了应允地。以色列百姓入去了应允地。什么是应允地呢？就是迦南地、老牛恁甲蜜之地。咱知影每一个世间人拢有一个梦想。梦想什么呢？梦想过着更较好的生活，梦想到过一个更较水的所在，有一个真安全的所在通徛起，有一个更较幸福的国家、社会甲家园。所以人拢有一个美好的梦想，但是会达到尾呢？我少年的时阵，也是捌有梦想，一摆看到一幅真水的图，一个真宏伟真水的真大的瀑布。这个瀑布伫什么所在呢？就是伫美国佮加拿大的交界处。这个瀑布是跨过2升一个大瀑布。我伫遐咧想，做一个梦想我说将来有一日我毋知我人到向迄个所在去看者。换当若有实现我心中才是真欢喜。经过真侪年了后，诚实这个梦想达到了。毋但去一摆，佮去着2摆。感谢主的恩典。咱看以色列的百姓当人犯罪了后上帝就愿意为人备办一个真水的所在来恢复上帝最先最早为因备办的这个伊甸园。但是人犯罪了后，你管理一个伊甸园，上帝愿意预备一个更较水的一个真水的这个乐园。会记得伫圣经内面讲到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本来是徛去一个外邦人敬拜偶像真厉害的一个社会当中，就是以色列的北部米索不塔米这个所在叫做乌尔俄尼这个所在。伊伫迄个四周围的迄个环境皆是敬拜偶像的。但是有一日上帝呼召伊，叫伊离开本族本地本族父家因后辈的家庭，到上帝所要引带伊去的所在，是一个老牛林甲蜜的所在。以后呢，佫一摆佫再一摆向伊显明来启示即款的所在。但是有应验无呢？即款的所在应允地老牛林甲蜜的地，将来是毋是会实现呢？原来到亚伯拉罕以后的几百年以后诚实实现了。最终呢，在以色列百姓离开了迄个奴才的所在埃及，这个为奴之家，托因压迫做苦工将因的男囡查甫囝生出来，甲伊害死要互甲伊绝族，将因的民族要甲伊杀害。伫即款的危险当中一直到几若代了后，因最终离去了。那么离去了这个应允之地呢，是上最灵秀咱知影，当咱读圣经的时阵，上帝呼召一个人，就是摩西，引带伊的百姓离开了埃及做奴才的所在后来经过红海，进入到曠野，一直到这个约旦河边头，未入去以前
因为以色列百姓啊，直直反抗上帝，直直埋怨上帝，对上帝的无信心，侮辱上帝的权能权柄。上帝最后来刑罚因，所以头一代的人啊，就死伫曠野。那么上啊，继续摩西呢？摩西甚至本人叫伊阿兄阿伦，也是无法能入去应允地、迦南地。为什么呢？因也是有犯罪，因也是有无好势的所在。上帝无允准因入去。独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就是今仔日特别要讲的；第二个就是迦勒，这个两个青年人。头一个，为什么上帝要竞选呢？这个约书亚来做领袖，来带推摩西呢，来引带百姓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这个应允地呢，咱来小看者这个约书亚的经历伊是怎啊？伊是倒落来的伊会做人怎样？头一点呢，讲到伊的家族是啥物呢？约书亚是出自以色列百姓当中的这个民族一族有12大族叫做以法莲支派的人。伊的名开始是叫做约西亚，英文是 Hosea。什么意思呢？就是拯救的意思。后来摩西改名叫做约书亚 Joshua。这个 Joshua 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和华要拯救伫苦难当中、做奴才的人当中，要拯救因。那么这个名约书亚，那用这个翻译做希腊文就是甲耶稣相名。耶稣就是Jesus， 甲这个 Joshua， 这个上个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伫马太福音天使向这个约瑟讲，你要生的这个囝要甲号名叫做耶稣，因为要将家己的百姓甲伊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就是拯救的意思所以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这个应允之地。那么耶稣呢是带领全世界来相信伊，凡来相信人进入上帝的荣耀应允的家，就是天家就是属灵的家，天家天国。拢是神对伊的子民伊的百姓的一款的拯救。独是耶稣呢，只有耶稣基督有可能带人进入到神的真正的安息入去到神的内面，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安息。那么约书亚是指入带百姓入去属地的这个迦南地迦南地的这个安息老牛人甲蜜之地。等下也个对这个地还个有另外解释那么说落去，约书亚伊的童年是对这个埃及开始的，所以伊经历到这个以色列人百姓伫埃及做奴才的这款的经历伊也是看见在上帝为着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用10个灾难降落伫这个埃及的国家，为着是要叫这个法老王这个埃及王法老王允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通去这个所在去敬拜，自由的敬拜上帝。但是迄法老王一摆搁再一摆会拒绝但是上帝用神力技术来叫伊服落来，到最后
这个灾难就是四大囝会死去。上帝呢是拯救以色列人，要杀一只羊这个羔羊的血抹伫门顶然后天使暗暝3更半暝经过时节，然后看见门顶有血的就过去其实有活过去，通过去，若无的，伊内面这个家庭内面的四大囝就有人会死。所以用这个最后的灾难的时节法老才允准因离开但是伫离开了后，搁再用追兵用马兵来接要来杀跩以色列人。所以约书亚来经历到以色列人伫危险当中伫头前有红海，后面有追兵，伊行到这红海遐，上帝拯救因做以色列人，过了大队，过了红海经过这个大队，过这个红海，过去对岸，在敌人也是要跌落去，要行大队过红海，结果呢，迄个水合来，就拢淹死伫红海当中。所以约书亚经历到在看见上帝的权能，看见上帝的伟大所以心内产生一款的相信那么咱阁看到因入去讲旷野的时节拄着敌人亚玛力人要来甲因征战。咱看亚玛力人伫这个旷野内面是一个先战后拍战的人因早就会晓咧拍战的，但是在初在少年家出来的时节也无兵队毋捌训练着。摩西讲这个约书亚讲，你去带兵队，你几人去甲因战争，结果呢逆胜这个约书亚无提示伊接受了摩西的挑战，就去交敌人拍。当然摩西伫山顶举手祈祷伊也是帮助因拍赢战，有上帝甲因同在，为上帝甲因征战。所以看见这个少年人约书亚真有勇敢的心，并且有这个领袖带领军队的一款的本事这款的才能到后来呢，上帝互因经历到真侪在苦难的代志，但是约书亚也看见上帝的带领，到因要入去迦南地以前摩西就差派12个人，每一个族经一个人。那么约书亚甲迦勒也是披荆选的，在这12个当中的2个人，因派入去这迦南地去侦察、去察看40个支居，40个支去观察。哇！内面的茄子真大粒葡萄一罐，叫做2个人来耕的。内面的茄子真水真大粒伊个在农产业真丰盛土地真肥但因个人也是真大高背因看见在迦南人人贩大汉身躯遮大真勇因就惊了。因出来报告的时节10个人讲说咱毋通去内面的跩人逐个真大靠背，伊看咱亲像一只草女哩咱入去要甲因拍会去勒死咱毋通去。但是孤单约书亚甲迦勒哩，因有信心，说咱入去，因为上帝甲咱同在，咱一定有法通拍赢因，咱一定有法通得到内面的地。但是跩百姓经过迄10个人伫这无信心的咧鼓吹真消极的话跩百姓人就起来反咯来埋怨上帝为什么要带阮到遮，互阮死阮跩囡细汉囡阮跩妇人人要怎样也是要互阮死伫这个所在不如阮倒去所以因就是要组织人要带一个领袖要选一个领袖要带因倒去埃及但是孤单这个约书亚甲迦勒真勇敢的徛出来，咱有法通入去。
但是这以色列人毋相信，无信心，反倒当要将加略交这约书亚甲伊拍死，或者是经过上帝的保守。所以伫遮咧，咱拢看见因真有信心啊！这约书亚有法通，真有信心，有法通入去，但是其他的人拢无即款的信心。所以上帝拣即款有信心的人，拣即款有勇敢的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这个迦南地。抑阁看到这个青年人真有谦卑的心，有顺服的心。摩西叫伊创啥物，伊就做啥物；带伊去山顶，叫伊去山顶，伊就去山顶。来接受上帝的10条诫命。叫伊去顾一个会幕，伊就去顾。叫伊徛咧门口，摩西伫内面叫上帝讲话，交谈的时阵，伊徛咧门口，做守卫。伊也无第二句话，拢顺服。伊无像说，伊无想讲说，我是一个战争的勇士啊，带领百姓拍赢这个亚玛力人啊。伊无即款骄傲的态度。我将个人才啊，你无好好用我做伫图较悬的地位，你叫我去顾这个会幕，徛咧门口站岗，伊无第二句话，拢顺服，拢谦卑，伊无家己。最重要的是啥物呢？伊是有始有终的人，有开始也有行落尾。伊跟对上帝有信心，一直到落尾，也是行信心的道路。等于到年老的时阵啊，伊已经伫这个迦南地战争了几若年了后，最后平静落来，伊就吩咐以色列百姓。说恁着敬畏上帝，恁着遵守伊的律法啊！说至于我，甲我的全家啊，阮拢要侍奉耶和华。伊正人的面头前表白伊家己对上帝的忠心，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这个侍奉。毋但伊侍奉，而且将这个敬畏的心啊传到下一代。至于我甲我的家，阮的确要侍奉耶和华。今仔日啊，咱看教会当中有偌侪人是有始有终，有头阁有尾。但是有时也是看到一个人青年的时代，将家己奉献给神，但是行到半路离开了主，连教会拢袂踏一步入来，无主会，无甲上帝沟通，离开了主，行世界的道路。咱看见真侪这款的人，但是我相信上帝祝福了这个约书亚，因有这款的军队，上帝对头到尾拢是一样的。要进入这个迦南地啊，这个应允之地，这个应允之地，什么叫做应允地呢？应允就是 Promised Land， 上向上应允啊，就是最初上帝向亚伯拉罕应允，讲什么呢？我要将这块地赐予你。当上帝呼召伊的时阵，你离开本族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带你的所在去。亚伯兰顺服，就离开。咱看上帝怎样甲伊讲啊？伊说：我的确要互你啊，成做大国。我的确要赐福互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到福气。地顶的万族啊，拢要因着你来得福。当亚伯拉罕
毋知影前面的道路是怎样行，伊只要上帝甲伊讲说你离开，所以伊就离开，就带规家的人啊，叫伊所有的人口啊出来啊，到迦南地去啊，因就到了迦南地了。圣经12章创世纪12章第7节讲，耶和华向亚伯勒罕啊亚伯兰显现讲，我要将这个地赐予你的后裔，你的后代。亚伯勒罕亚伯兰就伫遐为向伊显现的耶和华神啊，筑了一座祭坛，一座坛。会纪念伫遐敬拜。第13章搁再讲，上帝搁再一摆向亚伯勒罕显示啊，要将迦南地赐予伊的后裔啊，直到永远，并且应允伊说摩西伊说你的后裔要亲像地顶的尘土、土粉、土沙遮多。咱看上帝会实现啊未啊？会答应因安尼啊未？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每一摆的应允拢的确会实现。圣经讲说，上帝无亲像人会撒谎会讲无影话，上帝袂讲无影话，每一摆的应允拢要按照来实现。所以应允之地啊，就是老牛奶甲蜜之地。当人想到这个牛奶甲蜜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地真丰富，伊的土地真肥，出产的物件真水，果子是真大粒，出产的物件佫真多啊，有狗仔通食，佫丰丰富富。所以这个迦南地啊，也就是人生追求的最大的幸福。也是永远的人类永远的一个最大的境界，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应允的这个真理的启示，要讨因这个应允之地，也一定会实现。人若有上帝的应允，若是掠到这个应允，行到尾，一定会实现。所以，咱对历史当中啊，咱就会看出这项代志。所以，当第一代以色列人失败了后啊，上帝就将因在弃绝了。伊讲：恁既然无信心，恁藐视我，恁发怨言啊！恁在无信心的人，就踮曠野内面啊，就是加你，就是死伫遐咯。到第二代以色列人起来，无这个约书亚被上帝所竞选的，来引带以色列人百姓进入到这个应允之地。那么，踮倒落开始行起啊，对约旦河，咱知约顶骹是加利利海，中头是一条河，叫约旦河，到下骹是一个死海，也是盐海，伫即个约旦河有分东边到西边，东边跩百姓约书亚带因来到即个约旦河的边头，东边一个所在叫做石亭对遐起亭伊的对面，即个河的对面就是亚利哥城，亚利哥城就是一真大真勇的一座城，真艰苦攻入的城。那么，咱讲真大是当时可能真大，伫现在看这个城毋是真大，伫当时是一个真难攻破的一座城真勇那么因过河要经过河是怎啊过去啊？伊是将约柜恁知影约柜是啥物啊？约柜是这个伫旷野内面上帝叫摩西做这个会幕，会幕就是外围，这个内面搁一个幕这个会幕就是内面
有一个寄生素，虽有一个生素哦，那这个生素外面哦有一个这段，有一个洗手洗骹的这个盆茶水的盆，搁入去门内正水正手就是伫倒牌饼，倒手是一个有7盏灯的这个油灯，佮中头就有这个香坛，有一个香坛后壁哦是叫做寄生素，是用这个布真高的一块布扎咧，这个幔子啊，这个寄生素内面有一项物件，就是用金去创的，有2条咧光的，这个是顶骹哦有2个天使，这个约柜内面哦开3项物件，就是摩西的10条诫命，第2项是一个罐内面有玛纳，第3项物件就是阿伦的迄个发芽的迄个怪伫内面，这个约柜也是代表神的同在。这是每一年就入去内面来敬拜上帝，甲伊讲话。所以这个约柜是代表上帝，所以因要行的时阵无论去倒落约柜就行头前。要去拍战的时阵，约柜行头前。所以伊的次数就是因要过河的时阵，约书亚讲，恁知这是着光迄个约柜行伫头前，离开百姓差不多有1公里。伊圣经讲2000的这个轴是这个中间高遮是1轴。圣经讲就2000的安尼距离，算起来大约是900米到1000的米，差不多1公里左右。离开迄个约柜，离开百姓是头前行，敢若咱着离开差不多1公里远因为百姓后壁是亚做算迷恋的人，伊若行伤近袂看到，着离开因会看到逐个人会看到约柜伫头前行，咱着跟行。上帝讲说这条路恁毋捌行着，必须得上帝带恁行，上帝会同在带恁行。咧带路，伫旷野的时阵，上帝用迄个云条面顶河条来带路。但是这个旷野的时期已经过了，现在要带路的，就是啥物呢？就是约柜要带路。所以约柜徛伫头前，当约柜徛伫约旦河水的时阵水就对上游一个城市，一个所在叫做阿东城，迄个停落来，迄个水就停伫遐发黄的所在，无搁流落来。百姓就经过这个约旦河行大的路过去。当百姓行去了后，约柜才过去。然后约书亚叫因12个人就对迄个约旦河沿12块石头。伊就扛咧过去迄边，为着要做纪念，为着要做纪念，所以因就安尼经过了迄边，要过去以前伊叫所有的百姓着干哪只着自洁，就是圣洁，毋当有在暗占的代志。意思就是要跟伫上帝的路。就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咱现在要跟伫神的人，也是着有圣洁的生活，上帝占要伫因当中行神律技术，就是行水停的、行大的路经过。咱属神的家里，若有圣洁的生活，跟伫主，真常的神律技术出现。所以约书亚。伊伫上帝面头前上帝甲伊讲：伊说我要互这个约书亚伫百姓目睭中要尊大，意思就是约书亚要做领袖，百姓逐个人着尊重伊，伊着有这个权柄，百姓着追有这个服权柄的这个心态，
若无过去要征战的时阵啊，无一个真有能力的、值得信任、值得尊重的领袖，要怎样来带领因征战啊？真恶啊！所以上帝讲说，我当时怎样叫摩西同在，我同样要叫约书亚同在。所以伊就将这个责任啊，互因叫因着尊重伊。所以约旦河就安尼过去。这个百姓就过了约旦河行大路，头一个所在就点伫倒了，点伫一个所在叫做吉甲，吉甲伫遐安营。吉甲的意思就是 roll away。roll away 的意思是啥物啊？上帝讲啊，伊说对今仔日开始啊，以色列百姓伫埃及的即款的减少啊，要对以色列人的心顶啊过去 roll away 滚去，无搁再有即款做奴才啊，伫埃及做奴才即款减少已经过去了。所以因就踮遐安营，因头一摆踮遐鸡有活做，并且第二日佫食迄搭会出产，顶摆是过洋诶，食羊肉，现在已经食迄搭会出产诶物件，到第二日啊，既然百姓食了迄搭诶粮食啊，迄个五谷啊，到第二日早起。玛纳无搁再落来咯，因为是第二个时期咯，已经进了应允地，已经食内面会出产咯。所以玛纳就伫即个所在，伫即个所在，咱看做上帝的攻击啊！伫无通食的时阵，上帝的攻击啊，对头到尾，所以无离开啊，就是3连接咧。有人食的时阵，即个就无搁降落来咯。所以上帝会攻击啊！上帝会互咱的恩典甲福气啊，是无停止的感谢主。那么约书亚，咱知影约书亚这24本册啊，分做2部分。第1章到12章啊，是讲到因入去内面征战来攻城掠夺来控制这个所在，用7年的时间，因入去征战。所以第13章到24章是讲啥物呢？讲因跩要分队，这12个支派，约书亚分一个队互因，所以因踮遐徛起经过24年，经过跩7年的征战了后啊，圣经讲因就安静落来无搁再有战争了，这个国家就真做太平了，无有战事就安息了。那么伫这两个分段内面，互人看做啥物呢？教会啊，可以分做2方面，一方面是地顶的教会，地顶的百姓，上帝的子民；第2方面呢是天顶的教会。就是人离开了这个地顶的时阵，到上帝遐来享受永远的安息的所在。所以地顶的教会啊，是一个征战的教会。咱亲像以色列人入去到这个永远地，就定定咧征战，啊到无战事为止。天顶的教会是属于代表安息的教会，就人。离开了这个地顶啊，到上帝遐享受迄个真正的安息那么神的百姓啊，就以色列伫迦南征战是预表啥物呢？伫地顶的征战，咱亲像代表教会在信主的人，在基督徒信主了后啊。虽然伊得救了，伊的灵得救了，但是伊的体、伊的魂，伫这个地顶也有真侪征战，应该也有真侪对付。咱亲像这个信主了后，伊也有受魔鬼的试探，伊这个肉体灵顶面啊，也有要驱向迄个罪恶的情形的试探，伊也有骄傲，
伊还有真侪情欲啊，做各方面会试探甲磨练。魔鬼也是一款的势力，黑暗的势力，对在基督徒的心顶伫咧试探的，要引带因行歹路。所以基督徒信主了后，也阁有征战。以色列人百姓虽然会得着咯，伊圣经讲说因无搁再有拍战咯，是暂时的安息，暂时的，因为过了无偌久犯罪跩，因为跩百姓。以色列百姓无将所有的跩迦南人甲你灭绝，抑阁留落来的祸根啊！所以抑阁有真侪人伫内面敬拜偶像，做毋对的代志，所以后来以色列人的百姓经过了一段的安息无战争了后佫刷落去一本册《士师记》Judges。咱看去以色列人伫迦南地仍然有真侪战士、真侪拍战、真侪对付，叫敌人的征战。较咱亲像咱现在基督徒信主了后，虽然咱有永生咯，咱现在也阁踮伫地顶。咱踮伫地顶，咱即个肉体，咱即个身躯，也阁有真侪的引诱、真侪的试探、真侪的磨练、真侪的攻击，咱着对付。要怎样对付呢？毋是靠着家己，靠着圣灵的帮助。圣经来讲，靠着迄个基督我力量的凡事拢会行，拢会做。所以靠着圣灵的帮助，咱亲像这个圣经保罗三堂保罗信主了后，伫地顶做真侪在传福音的事工但是伊肉身顶面也是有软弱伫地顶也有真侪征战叫魔鬼的征战，叫人的征战叫本身的肉体的征战。伊身体也是有病痛，也有病伊有一款的病3摆祈祷，上帝无听伊祈祷，所以伊伫遐忍耐吞忍，继续倚靠上帝所以保罗伊讲伊说美好的钟我已经拍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条了。对答了后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来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审判的主到了迄个日子所要赐予我的。伊伫地顶的征战，到行完世间的路程的时阵，将来的迄个安息，将来的迄个冠冕为伊存留，迄个才是将来信徒的迄个安息的所在。所以启示录是最后一本册新约最后一本册14章13节安尼讲：我听见对天顶有声音讲，你着写落来，对答以后，伫主内面死去的人有福咯。为什么呢？圣灵讲是的，因要削了家己的劳苦，做工的效果也均得着因。这削了世间的劳苦，英文是 rest， 就是安息咯。咱信主的人，伫世间的征战甲劳苦，到伫天堂的时阵，已经 rest。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约书亚，伊是一个拯救者，伊的名字是拯救者；耶稣的名字也是一个拯救。约书亚是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应允之地，但是主耶稣呢来到世间，为着咱做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咱信了伊，咱就得永生，将咱要带入到永远的国度，是神的国内面去。但是约书亚带入来百姓入去迦南的时节因是暂时享受迄个安息，虽然是暂时无有战争国家中就太平咯但是因也阁留落跩外族人。
因的歹行上，因的歹的习惯影响到因，所以因伫这迦南地也佫经以后佫经过战争，因过着对付所以伫刷了的一本册即士师记对遮外邦人也佫真侪战争，因为安息是暂时，但是咱信主的人经过伫世间的战争了后，即肉体的战争了后，咱将来要进入到永远的迄个国度通安息。所以感谢主，咱今仔日虽然有遮侪试探这个世界对咱的引诱甲试探，所以圣经约翰福音第1书2章16节安尼讲，因为凡世界中的代志，就亲像肉体的情欲、目睭的情欲，甲今生的骄傲，拢毋是对爸迄搭来的，乃是对世界来的。正亲像以色列人上帝带因出埃及，过红海，过曠野，要入去到迦南，是因为百姓也无相信，最后一直旷野就死伫遐。但是上帝的永远无落空上帝也佫仍然要继续伊的工作，继续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来结合，来行大队，进入到永远的这个永远之地，来享受安息。咱今仔日信主了后，咱还在这个肉体活伫这个世界，有真侪征战，有真侪试炼，甚至咱的身躯伫世界中会得到病痛，咱要怎样来应付？要怎样甲伊征战？要怎样靠得住？来吞忍，来忍耐，来赢过遮苦难呢？靠家己无办法，所以最后呢，这个腓立比书第1章第6节讲，保罗讲说：“我深信，深信什么呢？伊说迄个伫恁心内动了善工的，的确要成全这个工，就是咱初初信主了后，抑佫神的工作，抑佫伫咱的心中，要成全这个工，一直到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日子。圣经讲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对拯救人一直到第2次降临的时节，咱会在绝对的教会的媒体，要进入到神的国度内面，迄个时节，咱才真正得到安息，就是进入到得胜安息，就是进入到迦南地，属灵的迦南地。所以兄弟姊妹，咱信主了，也佫活伫世界，伫一段时间咱仍然行伫旷野路，行伫战争的道路顶面，咱有真侪所在着对付，着去征战，求上帝互咱力量来胜过，靠毋是靠家己，靠圣灵，靠上帝的帮助。咱三合阿头，主啊，阮多谢你，藉着你宝贝话语，藉着以色列人要离开了这个以色埃及，进入曠野，一直到迦南地，这段的故事，互阮伫属灵顶面有真侪学习，也对照阮家己属灵的生命，阮有真侪亏欠，这亲像以色列人的亏欠、失败。求主你帮助阮，将因互阮成做一个学习的功课。虽然阮进入到迦南地了，永远之地，因为阮已经相信了主耶稣，成做上帝的儿女，将来的永远迄个永远安息的所在。但是阮伫肉体顶面，伫迄个魂顶面，虽然阮的灵已经得救，但是阮肉体、阮的魂，也要伫这个世界有真侪征战，有真侪的对付的。求主你帮助阮，叫阮过这个得胜的生活来荣耀上帝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